索爆李英愛帶龍鳳胎影新相，擒梳化曬小 pat pat。哇！點解愛姐做咗媽媽都仲係咁靚㗎？韓劇大長今女星李英愛，自從結咗婚之後就一直專心做湊仔婆。不過佢間唔時都會帶佢對龍鳳胎出席活動，影下雜誌相。早排愛姐就帶佢對龍鳳胎拍攝雜誌 J-Look 5月號，仲同讀者分享作為兩個孩子媽媽嘅感受啊！李英愛表示喺過去嘅20年，佢作為一名演員生活，依家嘅佢以兩個孩子嘅媽媽生活，受到閃光燈關注嘅演員李英愛好幸福，而成為兩個孩子嘅媽媽，佢依家都好幸福啊！喺佢哋嗌媽媽媽媽嘅喊聲入邊迎接每一日，佢祈禱小朋友可以喺和平嘅環境茁壯成長，同佢哋一齊去小山村創造小朋友專用嘅有機兒童護膚品牌。李英愛仲表示，冇幾耐之後佢將會以新劇《私任糖玫瑰》同大長今已經相隔11年，好感謝等咗好耐嘅 fans，敬請大家期待新劇啊！